Ivan， 歡迎收睇我哋嘅拋波教學第一集啊！今集呢，我會教大家拋3粒波喎。好，咁首先講一講我哋拋波要學啲咩先啊！我哋其實呢係由1粒波開始嘅。咁1粒波點樣拋呢？大家睇一睇啦。咁呢，我哋右手拎住粒波先。我哋拋波嘅高度，每一次大概都係額頭嘅高度多少少，高過額頭少少。咁呢，我哋呢兩隻手係打開嘅，唔好太近。咁我哋點樣拋呢？右手拋高過額頭啦，我哋要形成一個靚嘅拋物線過嚟嘅。睇一次咯喎，右手拋過左手，左手拋過右手。呢個動作大家可以試下做15至20下先。咁咧，我希望大家做到咧，唔好粒波向前拋，而有個人要行前去接嘅。如果大家做到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進入2粒波啦。當嚟到我哋2粒波嘅時候咧，我想大家記一個口號，叫做1、2接接。咩嚟嘅咧？嗱，頭先我係學咗1粒波拋去左手，然後左手拋翻去右手啊嘛。咁我哋2粒波咧，我哋要記一個口號，1、2接接啦。個情況就係我哋右手粒波拋到最高點，準備跌落嚟嘅時候，左手拋另一粒上去，即係咩咧？睇一次咯喎，1、2接接，最高點拋埋上去，接接，1、2接接。咁呢個動作咧，我希望大家咧可以連續做到20下，先進入3粒波。當我哋進入到3粒波啦，其實咧同我哋2粒非常之相似啊！頭先我哋學過一個動作就係1、2接接啊嘛，咁我哋第3粒咧就係當我哋第2粒波去到最高點嘅時候拋埋上去。留意嘅係我哋拋嘅時候，第1粒我哋係拋右手前面嗰粒 ，OK？ 好啦喎，睇住啦喎，我哋記多一個全新嘅口號，叫做1、2、3接。睇一次啦喎，1、2、3接。第2粒去到最高點就係3嘅時候接翻 ，OK？當左手接波嘅時候，第1粒波咧喺後面接咗啦，然後第2粒波咧就用前面3隻手指捉住佢。當大家都做到呢個動作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嘗試將下數慢慢加上去啦。即係咩咧？頭先係1、2、3接啊嘛，係咪？咁當我哋第3粒去到最高點嘅時候，就試下拋第4下出去，即係左手第1粒接嘅出去。第一次1、2、3、4接，1、2、3、4接。做到啦，再加啦喎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慢慢加上去，直至咧可以無限循環咁樣拋。好，咁我哋今集嘅拋波教學咧就去到呢度結束啦。如果大家都練熟咗，可以好熟咁樣、好穩定咁樣去拋到3粒波咧，就可以去下一集學我哋嘅拋波招式啦。我哋下集見。